为什么这个是条界被废掉了？我们就是看这个是条界，就是今天，为了让他们人都知道了这个是不是被废掉了，我马上答复，这个已经被废掉了，就是十条界和摩西的律法。我今天就是给你们那个原因呢，为什么这个被摘坏了？有什么原因呢？第一个，按照那个上文讲，按照那个上帝的话，要说是来了，要结合外邦人和那个犹太人，那有就是说，但是就是外邦人的那个上帝嘛，也是犹太人的。这个话就这个句子，我们就能查到这个在上文字。以弗所书他把结合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呢，为了拯救的到那个地尽头。以弗所书第2章第6节，然后看完这个就我们先说话回来看那个先知的话。我们马上都从那个10节开始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呢，就在律法上的规条，那我们在这里能看得到有的那个律法废掉了，这个不可以加，不可以减。我要讲2下节制，就是早上一个新人呢，如今变了拯救了和睦，要把那个要做什么样的和睦？这个是谁呀？这个就是2种人呢，2种不同的人呢，但是要和睦，在那个节制自己那个，在一个新人呢，那为了你们那个就是这样，我们那个画一下吧，为了他们能看得明白。这个就是那个上帝的孩子，这个是他的那个十字架，这个是他的那个十字架。他在另一个地方，就他们那个犹太人呢，这个是犹太人呢，在另一个地方，我们画蓝色的，就是外邦人呢，外邦人呢就是 JGL，法语的话就简单了。那这些2不同的人呢，说实话，他们以前就打架了。那在这里有不同的意思，因为他们以前打架了，就有个矛盾。但是要说还不在，就他们那个打架了。等要说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和平的了，他们就少拉少他们那个打架的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那个是调节，但是在这里他们那个做和睦的时候就谁负责？就是亚户书啊。那按照这个话，就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呢吵架，如果要结合起来，他们就要把那个废掉那个是调节。我们要记住好这个话，在那个上文字里面要结合那个外邦人和犹太人呢，在那个16节，即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这十字架，这个应该有12下归为一体，因为把他们那个裂开了，
就在这里啊，是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很好了，那个把那个废掉了，就他们结合起来了，是两项归为一体，与神很好。他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就他们谁把他们那个裂开了？马上答复你，就是那个是调节。如果要把他们那个结合起来，就那个哪个东西把他们那个裂开要废掉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呢，也给那近处的人呢。要活说啊，就做什么东西，为了他们俩结合起来。但是我要给你们解释啊，有好几个证明呢，有好几个。为什么要把废掉那个是调节？有什么原因呢？第一个，他要结合起来，那个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呢，为了他的拯救。到那个地尽头那里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，以赛亚书42章第6节，我们读奉耶和华名，我要把凭公义手照你，必丈夫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著名的中保，养文作语。做文邦人的光这个就是那个第一个，我们刚刚那个刚到了中保养文作语，然后直到做外邦人的光呢，外邦人多变成光嘛，我相信你们都听明白了。那在这里就有个语，那这个就到那个地尽头那里，我们要读那个，就是他的拯救，直到地尽头那里。以赛亚书49章6节我们还要回来在这里。真的有个那个拯救的，直到那个地尽头那里，为了要把爸爸和耶和华的那个荣耀。现在他说：“你主我的仆人是雅各中支派复兴，是以色列中的保存的归回，身为小是我，还要使你救外邦人的光，叫你实行我的救恩，直到地极。”那在这里，就那个外邦人和那个犹太人结合起来，为了那个这个很清楚的嘛。问题有个命令呢，把外邦人和犹太人那个离开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就是10条诫和摩西的律法，一定不可以分开，这个就带来裂开的。把那个废掉的是很对的，不然你们那个外邦人也不可要拜这个上帝，但是丢掉地狱火里那里，那个10条诫把他们那个离开了。我们看一下证明呢，出埃及记34章11节，为了要把爸爸和耶和华的那个荣耀，这个是证明呢，外邦人和那个犹太人不可以一起走，但是刚找掉那个外邦人呢，出埃及记34章11节到15节，我今天所吩咐你的，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
亚摩利人、迦南人呢，赫人、比利西人呢，西维人呢，也不是人，你要谨慎，不可与你所居那地的居民立约，不可与你所居那地的居民立约。在这个10条诫里面就，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络，却要拆坏他们的鸡蛋，打碎他们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，不可敬拜别神。14节，因为耶和华是机械的神的名为机械师，只把你与那地的居民立于15节，不可跟他们与那地的居民立约。危险的就是这个，在那个16节里面，只把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，百姓随从他们神呢，就行西，因祭祀他们神呢，有人叫你，你便知大的祭物，别与那地居民立约，别与那地的居民立约。要注意好，百姓随从他们的神。这个12节啊，你要谨慎，不可与你所居那地的居民立约。这个是10条诫已经下来了。不管是非洲人、中国人，现在我们看到了那个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呢，关系好，那他们多简单，这个10条诫，那这个是证明呢，这个全世界要废掉，要把废掉啊！他们那个祈祷的话就不行啊，也得负责把你们那个回来。因为这个话就吩咐以色列人呢，那个不管是美国人呢，非洲人、中国人呢，如果你们还在这个，就你们被杀了。我们看一下《申命记》第7章，从第1节到第1节到第2节。耶和华你神的灵，耶和华你神的灵，你进入要的位置的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，就是何人、各家撒尔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西人、西维人，也不行攻击国的民都比你强大。如果你美国人在了，就被杀了；中国人在了，被杀了；非洲人也在了，被杀了；日本人也在了，被杀了。但是你们都不在了，但是他们这些被杀了。攻击国的民都比你强大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，那是你要把他们灭绝尽要杀掉他们，不可与他们立约。这个句子再出来，也不可养许他们呢。第3节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以叫你的儿子娶他们女儿。你们看到了，他们不可以跟那个外邦人那个相处，不可以跟他们那个接近呢。有好几个以色列人跟那个外邦人那个接近了，那很对的。时间到了，我们人应该快被杀了，你准备好。我们这个就是我的备注，在这里有。我们继续，有过这个把他们灭绝，就不要那个外邦人呢。
我们要看那个利未记啊，利未记也说了，20章就是就22章到22节到24节，利未记20章22节到24节，我们加上上帝的话，如果说是这个是调节大恨你，你们先看一下神怎么恨你，就是那个从那个22节开始到24节，我们读这个分要说明，你们多先听一下。现在你跟随这个，不管是马国人呢，非洲人、法国人呢，美国人、英国人都，你们都先听好这个解释。22利未记22节到23节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，将这免得我领你们居住的那地把你们堵住。就以色列，我在你们面前所住出的国民，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，因为他们信了这一切的事，所以我养护他们。如果说是这个亚巴爸爸的话，他在这里说定了大恨你，因为你是恶人呢，除了一位那个以色列人呢。如果是你们那个外邦人、非洲人呢、美国人呢、英国人、中国人呢、日本人呢，跟那个上帝那个见面，就你们配灭绝了，因为他恨你，恨的时候就要把灭绝，要把杀掉，按照那个上门就要灭绝他们，要杀掉他们呢。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按照这个化形。像我们看一下，尼希米记，是上章3节，在第3节一读的那个摩西的律法后，那个是调节他们外国人被赶走掉了，这个是调节就把你们那个外国人那个赶走掉了，这个是真律法。现在没有啊，如今没有啊，证明这个真上帝生气了，他也不管，那表示他赶紧快杀掉你。那要说的那个律战的原因就是我讲枪，我的律战就救你，那你一定要学听我讲，因为你听我讲，就你应该配选择的，不然那个丢掉地狱里。我们继续，尼希米记是上章3节，那个他们都听见了那个。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，就与一切先杂人聚焦，一度那个摩西的律法或是调节，就你被赶走掉了。这个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的那个律法，那个杂嘛结合起来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呢，如果这个是调节还在一度那个是调节啊，就。你们外国人，他们必须杀那个外国人呢，除了以外，那个以色列人都是外邦人呢。按照那个上文字，如果说我们说上文字这个圣经呢，除了以外那个以色列人都是外国人呢，法国人、英国人、哥莫洛人呢、非洲人、马国人呢、日本人呢、中国人呢、越南人呢、澳大利亚人呢、法国人呢，都是外国人呢。不是外国人就是以色列人，因为话他们是那个话的主，一抓是调节，就外国人被赶走掉，怎么接起来两者一度那个是调节呀，
就外邦人和那个犹太人呢被分开了。那要说把那个十条诫废掉了，要带那个在那个十字架上，这个是十条诫，放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他把那个杀掉、废掉。那下面那个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结合起来了。如果还没把那个废掉就没办法。那要说把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那个结合起来，一定要把废掉那个十条诫。为什么要把废掉那个十条诫？因为那个外邦人和那个犹太人不可以一起走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再看一下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，我们那个读好几个语言，法语，这个是多拉，多拉就是十条诫，多拉就是那个，等一下我会你们给解释。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，按照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我要将两下，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即便长久了和睦。那这个十条诫被摘化了，在摇刷的那个十字架上。我们先读一下那个谢菲多拉犹太的谢菲多拉，就是那个书的那个律法，就是那个用他们那个文字，我们这里有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犹太的那个圣经呢，是阿弗尔，英语的话就这样。我们不想读这个，我们就是要看那个以弗所书，这个就是希伯来的圣经，也大马西亚 .com。Bibla comme hébreu， 也大马西亚 .com， 这个就玩的就是这个。我再讲一遍。我查不到了，这个不走了。Q Bible 也大马西亚 .com， .com，以弗所说这个是希伯来的圣经呢，以弗所书写出来那个希伯来语的话就写出来以弗新嘛，也是写出来就是或者律法的书第2章第15节，我们下载一下15节，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在这里有希伯来文字，你们就是听一下吧，好吗？这个就是希伯来语，就这个也长一点。这个就是多拉，我们继续读。这个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这样。巴巴克罗哈亚巴比萨罗埃特罗哈米萨罗法斯科到这里就好了。那我们先看这个字，这个就是以弗所书2章15节，多拉，我们就是要查这个多拉按照那个以弗所书，就律法被废掉了，希伯来语就是多拉。那在那个希伯来圣经里面，就多拉被废掉了，
就是那个多拉被废掉了。英语的话，我们来读一下一幅说书，但是 Ephesians chapter 2 verse 15也是一幅说书第2章第15节。Law of Commandments 就是那个律法的意思，在那个我们刚刚听见了那个按照那个教训第一个不可以加，不可以减，那个不可以拿掉那个也不可以加，不可以那样做的，不可以加也是不可以减，在这里说定了就是什么？就是律法，就是那个10条节被废掉了。那上帝的话的意思在这里说了，多拉被废掉了。按照一幅说书2章15节，这个不是别的东西呀，这个是一幅说书2章15节。我怕你不信我。Sefer Ephesians chapter 2就一幅说书第2章12节15节你现在就说哎呀，你说嘛英语，我就是那个教训你，你要听到就行。多拉听到了，多拉就是摩西的律法，按照那个上帝的话。那我告诉你们，这个10条节和摩西的律法被废掉了。那我们说画回来看一下那个表啊，刚才那个表我们画那个，如果10条节没有被废掉了，就那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呢结合不起来。我们再画一遍吧，好吗？等一下技术员还有我们先查一下，然后重新画一下。这个是外邦人和那个犹太人呢，这个是犹太人呢，太棒了。这个是犹太人呢，犹太人。这个是外邦人，我们也是画蓝色的。这个是外邦人呢。外邦人呢，他们那个打架，哪一个让他们打架就10条节。10条节让他们那个打架。这个是10条节。Ten Commandments in English 英国的话，这个就是让他们打架。那犹太和外邦人的关系破裂，关系破裂。那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那个关系破裂有一个大包。我们画那个喷一点，就断掉了，破裂了，关系破裂。因为10条节，那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没办法关系这个就是第一个图样，这个是第一个图样。
那个犹太人和外邦人打架，但是第二个那个毒样，会怎么样？那个要说杀掉了是调解和摩西的律法，在大的十字架上，这个是大的十字架，这个是大的十字架，要说被钉子在这个十字架上，这个是亚胡书啊，要说被钉子了。这个是要说被钉子了，我们会用那个红色的，要说把废掉了。这个不是耶稣，不是耶稣，打不懂这个，打不会这个，就要说把是调解和摩西的律法拆坏了，废掉了。我画的太小了，这个是调解。要说把那个废掉了，我们就画红色的，画那个十字架，是调解被废掉的之后，就有的人和外邦人那个烧啦烧这个就是证明呢，这个是犹太人呢，跟那个外邦人呢，烧拉烧，跟那个这个是犹太人呢，这个是外邦人呢 ，JGL， 在这里是犹太人呢，这个是犹太人呢，他们烧拉烧，我们黄色的，因为他们重要的就是爱。他们互相爱，我们记一下 ，OK， 就是烧啦，烧的意思。因为是调解被废掉了，那个结果呢，就是这个按照那个以弗所书2章15节，如果有说不在的话，把废掉那个是调解，就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没办法结合起来了。那希伯来书第7章，第19节，第18节到第19节，也说了，那个是调解被废掉了。希伯来书第7章，19节。19节，律法原来一无所证，就已经那个没的指望，靠着指望，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。先前的条例因文佛无以所以废掉了，先前的条例所以废掉了。摩西的律法被废掉了，按照希伯来书7章18节到19节，因为这个条例送给了以色列人，就是调解，因为没有带来他们律法原来一无所证，那是调解被废掉了，因为没有带来啥。什么？我们刚刚那个读了，那这个就是给你们解释，因为有人说，因为他们大家的就有这个原因呢，有那个隔离少隔离，在那个外国人和那个。那个是什么？创世纪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上帝的那个句子，谁知道了这个？
应该在创世纪的26章，从那个第6节到第8节、第9节，然后我们再继续到那里26到就创世纪，我们读一下吧。那个歌里没有让我们有的人那个打架了、吵架了，这个是杀人的，这个就是那个说谎的，这个是骗子。创世纪26节，我们就是那个从那个第6节到第8节，第一个26章，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闻到他的妻子大病，说那是我的妹子。第8节，原来大爸说是我的妻子，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了利巴家的缘故杀我。其他心里想恐怕缘故杀我，因为他容貌。他在那里住了许久。有一天，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湖里往外观看，在那个26节，他们一起立约了，一块吃饭了。28节啊，他们说26章28节，他们说我们明明地看见亚法与你同在，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即是彼此立约。29节呢，是你不害我们，正如我们为伤害你，因为以后待你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。你是蒙亚法赐福的了。以撒就为他们失败，养息他们便吃了喝了。那他们俩一块吃饭吗？那个以撒个被收割里了，亚比米勒没有啊。如果说你们说了，他们有那个离开了，因为这个收割里的就不对，很清楚的。那在这里那个收割里的话，没有让他们打架，那你们想错了，让他们打架，让他们那个吵架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，他们那个一块吃饭了，以撒个被收割里了，亚比米勒没有啊。如果说这个是那个收割里的，让他们打架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，以撒就为他们是把养息，他们便吃了喝了。在28节，他们说我们明明地看见亚法与同在，那他们在这里彼此立约。如果说有人说按照那个摩西的律法，就很对的，因为有那个哥尼流，不要让外国人进去你家里，这个就是摩西的律法。证明就是让他们打架，就是摩西的律法。我给你作证，是条件被废掉了。那我们继续看一下，我继续给你们解释一下。有上帝的孩子说，我们就是我们可以把废掉那个
这个话一直就没说过。如果有心的话，就那个石头姐被摘坏了，因为有这个石头姐就那个杀掉人呢。那要信的话就要信耶和华说，如果石头姐杀你，因为没有一个人会遵守这个律法，让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那个打架争道，这个就是在以色列那里没有废掉了。在耶和华是条件和摩西的律法被废掉了，但是以色列那里还在。我想再画一下，按照那个，我们画一下吧。这个是以色列，这个是以色列。我们画一下圆圆的。以色列里面有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，我没有拿掉这个，这个也应该还在，但是你跟随耶和华就没有这个十条诫啊，或这个十条诫，这个是耶和华，我们画另一个圆圆的，这个是耶和华。这个是耶和华，这个是耶和华在天上的天，就在天上的天。如果说有人，这个有人呢，就是外邦人呢，在这里 JTL 就是外邦人呢。如果他喜欢要配长久啊，就不要去以色列那里要拆坏那个十条诫，那个不是专门给你。如果他喜欢要配长久的，就要跟随耶和华，就像天上的天那里，就往这边走。如果是犹太人也是，这个是犹太人呢。如果那个犹太人要配长久，就不要遵守十条诫，不要往这边走。但是我们就是画一下红色的，不能就在这里，就到那个耶和华那里去啊，就到耶和华那里去，就在天上的天，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律法，他要遵守耶和华的那个法律。那他们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说十条诫，就这个马上杀外邦人呢，哪个东西杀你，你还要用吗？因为十条诫杀你，那神不说了不要把那个废掉在以色列那里，因为他杀你一定要做一个长久者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你的长久者。如果你不想叫那个消防员呢，就你没办法，因为他带那个水用那个大管子，他长久你那一定要跳一下。如果你要被长久的，到目前到如今呢，我们没有把废掉了那个十条诫在以色列那里，这个还在以色列那里。有说已经有来了，但是十条诫，因为你信耶和华，这个不会把废掉那个以色列。如果这个那个十条诫还有用啊，就耶和华没用啊。如果房子没有被烧坏了，消防员是无用的。那有用的话，不要耶和华。如果你没有杀掉了，遵守这个，如果这个是条诫不会杀人呢？那个外邦人对这个十条诫被杀了，因为十条诫杀外邦人呢，
这个不要取消掉，不要废掉在以色列那里要刷律这样的原因呢？如果是条件还在呀，就外邦人和犹太人呢马上打架，那不行，把废掉那个十条诫在那个以色列国家那里，但是在亚述案里面那里没有十条诫，我再讲一遍啊，我再说一遍啊，这个十条诫没有废掉了，在以色列那里，如果你不喜欢死了，就先找亚述啊，因为这个会杀你，你先找亚述啊。你不要找耶稣说，如果是条件不会杀你，因为你找耶稣说，有的东西杀你，哪一个东西是条件，那你先找耶稣说，也要用是条件，也要用耶稣说是条件，要用在哪个地方？就在以色列那里，你要耶稣说吗？为了那个要跟那个是条件离开了。就先找耶稣说，在顶上那里有这个是条件还在呀，就要说有效，你先保教到耶稣那里去，你们应该能听懂。我们看一下别的问题。按照那个神的话，我不是来废掉啊。按照那个马太福音5章17节，18到18节，这个十条诫在以色列那里，但是在耶稣没有这个，在耶稣里面没有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，这个是十条诫和那个摩西的律法，我画一下。这个在耶稣就被废掉了，因为这个会杀人，人就死了。这个是十条诫，在耶稣这里就被杀了，就这样子画的，那个对样，在耶稣这里没有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，但是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做好在以色列那里。现在他们美国人、以色列人践踏这个律法，他们跟那个美国人那个关系好相处好在天上没有十条诫，这个是真理。如果你们还听不明白你们还可以问我。这个意思就是那个，我是在告诉你们呢，就是大要因为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了，都要成全了。大要办成全了，什么不是十条诫啊？但是那个按照那个，因为马太福音第5章第17节到18节说了嘛。那个大夫在路加福音20章44节，路加福音24章44节，要说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是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我的骨头没有被断掉了，他就在那个贝特莱嘛，伯利恒那里是他的那个住的那个住上的地方，他们把事他对他的义务，按照那个摩西的律法，他的民也从里面出来，他的骨头没有被断掉了，他就在伯利恒那里住上了
那么哪里有声音呢？大的衣服80大度大的衣服有好几个，就是把营养了这些，他们有把营养的那个是条件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上帝的孩子没有那个把那个营养了，就是那个他在那个书上说他就把营养了那个按照那个诗篇。我上你今天就要说背上了，那个诗篇书说什么，他就把应验了那个，他就是把那个应验了那个这些话，大经大那个是条件，大不管安息日，大那个安息日的话就把一个人那个医治了，按照约翰福音第5章要说，把那个十条诫讲到亚法上父也是，约翰福音第5章17节。我们先看一下第8节。约翰福音第8章第5节到，这个上帝的孩子把那个安息日讲大了，让人带东西。约翰福音第5章，要说对他说起来，那你的褥子早把那人立刻痊愈了，就拿起褥子走了。那这个时间是安息日，安息日这个是禁止的。拿东西，那个安息日要说让人违反，那在这里要说让他违反法律，意思就是什么呢？他没有遵守过那个十条诫，那个大和那个大爸爸、大父亲，约翰福音5章17节，要说就对他们说：“我父做事到如今呢，我也做事。”那到这里，神的话说定了，安息日的话，他们两多做事，他让那个人那个带东西。那我们看到了，在这里有个证明呢，他没有遵守过那个安息日，没有把那个开课了，安息日那个不可以加，律法不可以加，不可以减，没有什么权利把那个安息日开了。按照那个马太福音5章第5节，不可以把那个废掉啊。再有说这个被废掉了，被废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把那个应验了，那个有没有废掉了？因为应验了，我们你们先不念这个马太福音呢？我告诉你们，莫想我来要我是在告诉你们呢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了，都要成全了。这个没有废掉了，还在以色列那里到如今呢。这个就是转给以色列人遵守，到今天在以色列国家那里不可以到马达加斯加、法国、英国那里，那个命令就一定要遵守，那个一定在以色列那里你要谈讨论这个对你没用啊。但是他说过了。那这个应验的时候，成全的时候就废去了。按照要说了，他怎么把那个废去了？他怎么把那个废去了？也不能废去。都要成全呢，在那里？等一下，
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节，人为朋友是名人的爱，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约翰福音15章13节上是这样的说的：人为朋友是名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，大自己送给他的为了拯救罪人呢。有的人会拯救他的朋友，但是没有人会拯救那个罪人呢。要说来的时候就拯救了那个恶人呢。要爱的话，就这个律法都废去了。罗马书13章10节，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。罗马书13章10节，因为要说有这个爱，就完全律法呢，这个被废去了。因为先读好罗马书13章10节，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。那个律法被完全的，因为都要掌权呢。要说把爱应验了，在大的十字架上，为了你，那十条节被废去了，那个十条节被废掉了，因为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，他一点话也不能废去了。就是要说做得到这个，要说是爱得住，就这个那十条节被拆坏了，就出了一位那个别的那个解释，还有很多问题。等一下有人说这个是律法是上诫的，但是在以色列那里，如果是上诫的话，这个是条诫，在那里没有说过不能废去了。在那里意思就是什么呢？不要住在这个是好像那个宪法那个神呢就定下来那个第一个宪法，第二个宪法就要跟随要说，就是他的律法。你喜欢哪一个新宪法还是那个旧宪法？他把那个拆坏了那个原来的那个宪法。人如果做这个公投，就要取消原来的那个宪法。第一个宪法就是十条诫我们写的律法，第二个宪法一定要把那个第一个宪法拆坏了，不然新宪法不能定下来。那个第二个宪法就是要说把那个废掉了，有原因呢，就是它被废掉了的原因呢，我给你们说定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上诫的意思。那个宪法被拿掉了，他们那个以色列人哪里都有个毛病啊，要说来过拯救他们不管了吗？那有上文就说了，要注意好节嘛，这个就是以色列人那里不管外国人，我怎么办？为了得到那个
用上就要说啊，这样子大夫的，先要注意好那个节嘛，这个就是为了那个他们以色列人，卡尔瓦里就是那个十字架还没定下来了，他还没有杀掉了，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上。要说被杀了，你要跟着要说，有2个时代，那个是大汉，你要说还没被杀掉了，在十字架上，他被钉着在十字架上，是掉解后摩西的律法被废掉了，就还没定下来那个十字架，就这个是一件的，但是后来是别的。如果上帝的孩子说要遵守，要注意好这个节嘛，因为十字架上还没有啊，因为那个是条节就是专门以色列人遵守啊，但是定下来就是那个定性月就要把那个废掉那个旧约，因为让有的人和外邦人呢离开了，在那个宪法里面有很多命令呢，他就是那个把废掉了那个一头的那个宪法，不是写那个一条街，就是一头的全部，他把那个这回第一个为了这可以放那个新的，按照那个希伯来书第8章。希伯来书第8章从第7节开始。稍等一下吧。希伯来书第8章，希伯来书第8章。希伯来书，因为有人问我，现在发给我短信，直接问我，我也马上答复他。希伯来书第8章从哪里开始？从那个第几节开始？从那个第8节开始。从那个第7节开始，8章7节。那前月若没有，下次就无主寻求后月了。我已经给你们说清了，这个有什么问题让你犯罪呀？再要说这里呀，我们想答复你，在这里不犯罪呀，不再犯罪呀。这个是下一次的那个教课第4个或者第5个。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胡作，所以主只将约的去将说日子讲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信用，不像我来自他们祖宗所说。第10节呢，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。在这里没有人遵守那个世界才能知道上帝。那些人知道神就不犯罪呀，不再犯罪呀。那这个不是调解，说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知道的都必认识我。
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驾。既说新越旧，以前越为旧了。等那件旧件衰的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希伯来书第8章第7节到第13节，在新约那个旧约不可以再放。我们再读一下，那前约如果没有瑕疵，就无助寻求后约了。还有那个在哪啦？还有个证明了。还有一个句句说了，希伯来书第10章，那个在哪啦？等一下，希伯来书第10章第8节，以上说，等一下，因为你们看电视，就你们也，我很急啊，我来，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8章，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，或做，所以主之前预的去将说日子讲到，我要与希利家和犹大家，不像我来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地。那原来的那个预备呢掉了。那个不可以把那个分开呀，那个都被拿掉了，就没有了，90条街都没有了，都废去了，就都被废掉了，是这样吗？刚才希伯来书第10章第8节到第9节。就这样嘛。第9章后又说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各件大事主居。你们说这个是祭祀的职人呢？祭祀的职人就在那个摩西的律法里面，不可以嫁，不可以见啊。利未记16章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就是就那个26节到34节，这个就是那个祭祀的律法。16章就那个26节到34节，按照摩西的律法。等一下，就从开始就那个26节啊，因在这里要为你们赎罪啊，使你们洁净了，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，躲尽一切的罪愆。31到32，这里你们要守为神安息日，要各那首告继续他父亲章节上知的，就是要专上西马布的生意，行赎罪之礼。他要在这上所和会沐浴当行赎罪之礼，并要为众祭司和其中的百姓赎罪。这要祝你们永远的等力，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，要1年1次为他们赎罪呀。于是亚伦照亚法所吩咐摩西的行，
第26呢，那放羊归于阿撒谢了的人要洗衣服，用水洗身，然后祭印。利未记16章26节到28节，丰收的人要洗衣服，用水洗身，然后祭印。这个就是那个要1年1次为他们赎罪呀，允许按照那个申命记第4章第2节，不可以加耶和华的命令呢，也不可以讲很清楚。那上帝的那个命令不可以讲，那这个祭司的职人呢不可以拿掉啊，按照他的那个命令呢不可以加，不可以讲。如果这个祭司职人被拿掉了，因为他说了他要把拿掉那个第1个月，再可以放下来那个假月，那是条节和摩西的律法被废掉了，有新约就是耶和华，你到那个耶和华里面就变成那个也是当祭司，因为如果你不要死亡，先找要跟那个十条节离开，还有问题啊。那这个怎么样？要说来的时候就加强那个十条节，按照那个马太福音那个9章第17节到第18节，我刚才解释过你们呢，那个话没有加强十条节，说实话就把那个十条节废掉了，他就是有的那个话说他在那个诗篇和那个诗篇先知都说，我举个例子，他骨头没有被断掉了，先知说了，以赛亚说了，应该要生儿子在伯特利，按照那个米迦书那里那个先知都说了吗？他被杀了，因为我们的那个罪呀，诗篇说这个先知嘛，不好意思，诗篇说了，他们把大肚我的衣服，就是那个当兵的，肚了什么用他的衣服嘛，那他就把应验了这些，在那个先知书上，律法上。我相信你们听明白了，按照那个耶利亚的那个解释的。你应该要爱那个。按照那个马太福音第22章36节，复制律法上的诫命，那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要说没有让你遵守那个十条诫，但是他要给你解释一下那个摩西的律法是什么样。那个最大的那个最更大的就是这个，就是要给以色列人还住在那个十条诫里面。那个十字架还没定下来了，上帝的孩子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那个血还没流出来了。如果打这个还没来了，就这个十字架还有效。要说被停止的时候，就那个十条诫没用了，那这个马太福音22章36节没用了。那个旧约没有了，新约又来了，这个新约就送给那个外邦人呢，要传遍天下，这个是有说的。这个祭司之人被废掉了，摩西的律法也被废掉了，按照那个3字
上文字的话，这个祭司之人呢是律法的那个这个就是那个律法的记住，那个记住的不是十条诫，而是祭祀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7章。今天比较很常见，因为有问题，我也要给你们解释。希伯来书第7章第11节到第12节，我给你们都有那个法文上进呢。终将百姓在利未人、祭司之人以下少律法，但让节制之人呢的完全。要用另外新记忆为祭司，招买祭司的。我们的意思，终将百姓在利未人、祭司之人以下受律法。如果没有这个祭司之人呢，就这个摩西的律法没有。那个记住不是10条诫，但是2是祭祀。我们希伯来书是第7章11节。但是法文的，终将百姓在利未人、祭司之人以下受律法，但让节制之人能的完全。如果说利未人、祭司之人以下受律法，那个是条诫那里，没办法除掉，就没有啊。除掉那个就是那个在那个利未人祭司那里，我们刚才读了那个利未记26章，如果没有那个，那这个10条诫没用啊，你们都死啦。但是呢，罪就是那个利未人、祭司之人呢。当让节制之人能的完全有和祭司的之人记忆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。如果要把它掉，那个祭司就反着会摔倒了。如果祭司被废掉了，就是条诫也没有了，因为那个祭司之人呢被废掉了，就10条诫也是没有祭司的话，就那个10条诫没用啊，因为按照那个法律你被照着，你有办法，因为你被在利未记那里，如果没有这个，就你被照住，永远被照住。但是送给你祭司之人呢，但是你们没有办法成全，证明就是每年要做那个祭司之人呢，因为你们是罪人呢，在耶和华这里都不再犯罪，也不多犯罪，不需要祭司之人呢，在耶和华这就这样嘛。特别好，谢迪亚的耶和华，我们鼓掌，谢迪亚，很高兴了，你们那里，那祭司之人被废掉了，那10条诫和那个律法都被废掉了。如果就是把那掉祭司按照那个上文字不可以加不可以减，如果把那掉那个祭司之人呢，就
都没有了，都废去了，都被废掉了，因为不信了。即使这人被废掉了，那个要让那个犹太人和外邦人那个打架了。如果你要拿着那个就你有个毛病了，那就这样着给你解释了。我试一试给你们解释嘛。如果你还有个提问呢？因为他们外国人呢听到了这个节目，那个19届被废去了，就他们惊讶了呢。我们必须给他们解释了，为什么要说还没杀掉啊？他就早一点见打安息日啊？为什么他把那个安息日见打了？因为要说没有遵守过10条诫，没有一次遵守，他就是到以色列那里，但是他没有遵守。人活了就是要遵守那个，但是他不是。为什么那个有的人杀了他？因为什么他见他过那个安息日？因为他没有走过在那个10条诫里面。如果说他遵守那个10条诫，他一定要遵守那个安息日。那这个是证明呢，要说没有遵守过10条诫，因为他没有遵守过那个安息日。我告诉你们多，神的儿子没有遵守过10条诫，因为那个安息日的话，他让人那个带东西。我们看一下那个耶利米书第17章，耶利米书第17章21节到，这个是要说让他带的东西就是精致的。耶利米书17章第21节，17章21节到22节。17章21节到22节，亚法如此说：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在安息日等什么呢？等着进入耶路撒冷的根门。不要在安息日等什么？等着进入耶路撒冷的根门，也不要在安息日中家中挡着去。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，这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。如果让你带的东西就是危险了，不可带东西出去，你家不可带东西，你注意的也是。带让人如果看这个就带让人那个分子违法的，不是。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到底就是他没有遵守过那个安息日啊，没有遵守过那个10条诫和摩西的律法，因为他有大的那个律法，就是那个新约的。为什么早一点讲那个安息日？因为他一来的时候就没有遵守过10条诫，就这样答复你们呢。我相信你们听明白了。那我刚才还有这个上级们那个要说我们说约翰的时候，约翰的话就是要说的那个法律，因为法律的话，这个很清楚，这个
很好用啊，很快就答复你。约翰一书，我们有法文那个法文圣经呢，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在哪啦？论到约翰一书1章，论到从起初一样有的生命之道，就在这里就说那个道。论到从起初一样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。亲眼看过、经手摸过的，就他们听到了、看见了。亲眼看过、经手摸过了。结束要放下一下，结束员先把那个定一下，这样行吗？那我们继续，行吗？那继续吧。论到从起初一样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的。生命的之道就分开给你们了。这个之道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耶和华。我们看一下，按照那个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，那个这个就是道，带主要道与神同在。道与神同在，那道就是神呢。这道带主与神同在，带主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呢。真带主与神同在，即是世界呢。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，道长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道长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复读上次的荣光。我们说的那个道就是耶和华，就是那个道成了肉身呢。那你应该知道了。我们说道的话就是耶和华。约翰一书1章1节，论到从起初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的，也是跟那个约翰一章1书一样啊，亲眼看过、经手摸过的，就这样。你们刚才了看一下那个。下边那个是什么女人？那个是我的媳妇，我的老婆，就是下家的老婆嘛。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的。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的，亲眼看过。他们听见了，他们看见了，这个就是有说。经手摸过的，亲眼看过，经手摸过的，就他们用手拿着这个，但是10条戒，他们不可以手摸那个10条戒呀。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。
经手摸过的，在那里有那个，我给了你们那个新命令呢，要刷的那个，在那个启示录书那里，说了。这个是约翰的那个话，先让他自己答复吧。有，我写给你们。在那里有那个不是一条新命令。那个在哪了？我查一下吧。我们要说这个吗？约翰一书第2章嘛，第几节是吗？是啊，就是这个。约翰一书第2章第几节？约翰一书第2章第几节？我在这里就是来说那个要刷的那个命令呢。约翰一书第2章第几节？亲爱弟兄，我写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呢，我不是一条新命令呢，乃是你们中记住所受的旧命令。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。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，就是要说的道啊。这个道是从哪里？就是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，就跟那个约翰一书1章1节那里一样。这个就是要说的道，不是10条诫。论到从记住养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的，我们听见的什么样的东西，就是那个道。我们听见什么就是道，听见了那个道啊。放下手，停下，行吗？翻过来的时候就不行了。论到从记住养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的。我们听的时候就是那个道，我们听见了，我们听见了，知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的，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，我们听见了，我们看见了，我们亲手摸过的。从开始那个大肉就变成人了，就是那个希伯来书第2章第几节，亲爱的弟兄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记住所受的旧命令。他们已经看见了，这就是命令，就是你们所听见的，你们已经收到了从记着这个道啊。亲爱的弟兄，我写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了。论到从记住养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，我们就是那个，你知道了那个法语的话，这个就不是那个10条诫，但是要说的那个道啊，就是要说的那个命令了。那个说命令的时候，就是要说的那个命令嘛。
你们先读一下有那个法文圣经呢，在这里说了，就是那个不是一条新命令呢，乃是你们中记住所少的旧命令呢。这个道就是要说啊，大活着，大给我们活着，大也是人呢，这个就是人呢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种种忙的有恩典有真理。大夫就这样子吗？你们那里刚才问我，因为有人说神的灵按照约翰福音呢，这个就是有说的道约翰福音那个2章第18节到第49节哥林多前书14章37节，如果还有的地方还看得不明白，在网站上有那个 WhatsApp responsible， 你先发给我短信呢，我会答复你。有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现在时间到了，叫过来人类找有说，欢迎你来到有说，我们一块儿祈祷。非常感谢你亚法爸爸为了你的话，非常感谢你为了你的教训呢，为了你的上面话，荣耀归于你亚法爸爸，我求你拯救人呢，为了他们不会杀，为了恶灵好像他那里教他们那个做的东西，就他们死了，他们把那个鱼换掉了。谢谢你把我拆来的，就是你的弟弟有说带过来那个美好的东西，永远荣耀归于你，请祝福那个这些教训和话，为了那个他们那个在外国那里，先把他们那个拯救一下，让他们赶快进来，在这个生活你很快工作。非常感谢亚巴爸爸奉耶稣名，我知道了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我祝福你们，为了耶稣保佑你们呢，为了下一次的教训呢，再见。